書名《愛哭公主》，作者賴馬。叮叮，馬騮仔你好啊！又嚟到 MJ 姐姐講故事嘅時候啦。你平時有冇遇到少少事就即刻大喊呢？今次故事嘅主角愛咪公主，個個小朋友都叫佢做愛哭公主，成日因為少少事就喊。今次又會發生咩事呢？我哋一齊嚟聽下啦！Go go go！ 咦？有一隻小豬好匆忙咁騎住單車離開，一邊騎住單車一邊話：哎呀，佢又喊啦！到底發生咩事呢？哇！呢度有好多小動物，你知唔知道愛哭公主係邊個呢？係咪呢個？係唔係長頸鹿？定係企鵝啊？我知道，有一次我唔小心食咗佢個籃裏面嘅水果，佢就喊啦。我都知，上次去遊樂場，我同佢着同一件衫，佢就喊啦。我都知道，尋日我騎單車嘅時候，地上啲水唔小心彈到佢件衫，整污糟咗，佢就喊啦。仲有，我話佢好鍾意喊，佢就喊啦。哇！愛哭公主真係好鍾意喊喎。愛哭公主個嘴巴好大，尾巴好長噶。愛哭公主好細粒，但係喊聲就好大。愛哭公主好貪靚噶，佢住喺城堡裏面嘅。愛哭公主好鍾意粉紅色同埋蝴蝶結噶。馬騮仔，你哋聽咗咁多小動物嘅描述，你知唔知道邊個係愛哭公主呢？冇錯啦，所有動物都指住佢，佢就係愛哭公主啦。佢就係一隻粉紅色嘅鱷魚。愛哭公主就係我。快啲走啊！快啲走啊！走啊！走啊！所有動物見到愛哭公主大聲喊，都即刻走晒啦。愛咪公主係一個好可愛嘅小女孩，但係佢成日都因為一啲小事就喊，所以大家都叫佢做愛哭公主。今日愛哭公主又一邊喊一邊返屋企啦。哎呀，小公主做乜又喊呀？快啲抹下啲眼淚先啦。寶貝，做咩事呀？媽媽，寶貝唔好喊啦。愛哭公主嘅媽媽係一個高貴嘅皇后，高貴嘅皇后就好似平時一樣，抱住愛哭公主溫柔咁話：過多幾日就係你嘅生日啦，我哋請朋友嚟屋企玩啦，搞個粉紅色生日派對，你話好唔好啊？愛哭公主抹一抹啲眼淚，細細聲咁話：好。哇！生日派對就喺花園度舉行，
今次搞得特別盛大，大家熱熱鬧鬧咁佈置緊個 party。馬騮仔，你記唔記得呢個 party 係咩顏色㗎？係啦，就係粉紅色啦。國王仲請咗全城最好嘅廚師同整餅師傅嚟整派對食嘅餐點。愛哭公主嘅哥哥仲話要喺當日表演騎單輪車添啊！馬騮仔，你知唔知道單輪車係咩呢？單輪車即係好似單車咁，但係就淨係得一個車轆。而家哥哥仲好俾心機喺度練習緊啊！好期待啊！小心啊，小心啊，唔好跌落嚟啊！哇，好盛大喎！終於就嚟到派對當日啦，粉紅色派對。當然，所有嘅佈置同埋點心都係粉紅色啦。哇，所有嘢都係粉紅色啊！就好似有莓果布斯頓批、水蜜桃布甸、草莓甜心酥添啊！而且喺個生日蛋糕上面仲擺咗一個用粉紅色糖霜整成嘅愛哭公主添啊！各位受邀請嚟參加派對嘅小朋友都用咗粉紅色嚟裝扮自己。小熊就向嫲嫲借咗一頂好靚好靚嘅粉紅色帽，黑面琵鷺就揀咗2頂粉紅色嘅派對帽，一頂放喺頭上面，而另外一頂就放喺尾巴上面。小蛇呢，就着住粉紅色嘅高領毛衣，哇！大家都好盛裝打扮，連個身上面都搽滿晒粉紅色嘅顏料添啊！而愛哭公主就着住媽媽特別為佢準備嘅粉紅色蓬蓬裙，頭上面戴住一個粉紅色嘅皇冠，隻手呢就拎住粉紅色包包，仲着咗粉紅色嘅鞋添啊！哇，真係所有嘢都係粉紅色㗎。我嘅小寶貝真可愛啦，開心嘅笑臉真迷人。係啊係啊，只要佢唔好喊就得㗎啦，嘻嘻。派對啱啱先開始，愛哭公主突然大叫：嗰個黃色嘅嘢係咩嚟㗎？原本熱鬧嘅會場一下子都安靜落嚟，大家都好緊張咁望住愛哭公主。黃色嘅氣球？媽媽，點解會有黃色嘅氣球㗎？係老闆送嘅，老闆話買100個送1個氣球。黃色氣球？點解會咁㗎？我唔要黃色嘅氣球啊！粉紅色 party 唔可以有黃色嘅氣球㗎。於是愛哭公主就大喊起嚟啦。愛哭公主坐喺度喊，瞓喺度喊，趴喺度喊，滾來滾去，一直喺度喊。哎呀，我俾你砸扁啦！小蛇咁樣話。點解啊？愛哭公主嘅喊聲越嚟越大，喊到一發不可收拾，啲點心、蛋糕、嘢飲全部倒晒喺佢嗰件好靚好靚嘅禮服上面。佢啲朋友好趕急咁要逃走啊！
哇！我唔制，我唔要。哎呀，我有事要走先啊！我唔記得咗下晝要去學鋼琴啊！我要去幫媽咪買嘢啊！哎呀，唔小心跌親，好痛啊！媽咪叫我要快啲返屋企噶。哎呀，我啲功課未做完啊！我唔記得咗刷牙，就出咗嚟。大家都揾唔同嘅藉口，想盡快離開。愛哭公主喊咗好耐好耐，今次仲破埋自己紀錄，喊咗2個鐘頭又38分鐘。皇后好溫柔咁同愛哭公主咁話：寶貝，你變成咗一個泥巴公主啦！愛哭公主低頭望一望自己周身嘅泥巴，又望一望面前一塌糊塗嘅派對，佢細細聲咁話：媽咪，我將個 party 搞禍咗啦，係唔係啊？我啲朋友都俾我嚇走晒啦。皇后摸一摸愛哭公主個頭，佢就話啦：我諗你一定好傷心啦，我哋去沖返個涼先，好唔好啊？馬騮仔，你哋覺得而家去沖涼係咪一件好主意呢？愛哭公主一次沖咗5盆泡泡浴，你睇下，第一盆好黑啊，第二盆啲水都仲係好黑好污糟，第3盆呢好似乾淨咗少少，第4盆冇咁污糟啦，沖到第5盆，愛哭公主先可以將身上面嘅所有泥巴都沖得乾乾淨淨。沖完涼之後，愛哭公主嘅心情平靜咗好多。愛哭公主就問媽媽話啦：我可唔可以再搞多次 party 啊？媽媽就話：如果下次喺 party 上面又發生咗令你唔開心嘅事，咁點算呢？愛哭公主就怕醜到面都紅晒。臨瞓之前，媽媽就教咗愛哭公主一個神奇嘅不哭咒語。呢個咒語可以令到愛哭公主唔喊㗎。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不哭咒語係點先。深呼吸，1、2、3，怪怪東西看不見，哭哭臉變笑笑臉。媽媽話，遇到唔開心嘅事就可以念一念呢個不哭咒語。愛哭公主用力咁點點頭，佢決定下一次要辦一個黃色派對。終於就嚟到黃色派對嘅時候啦！喺黃色派對上面，當然所有嘅點心同埋裝飾都係黃色，有香蕉瑞士卷、南瓜果凍、芝士布甸，同埋喺派對蛋糕上面仲擺咗一個用黃色糖漿整成嘅愛哭公主添啊！再次嚟參加嘅小動物都用咗黃色嚟裝扮自己，而且仲喺身上面搽滿黃色嘅顏料添啊！哇！今次愛哭公主着咗一件好靚好靚嘅黃色蓬蓬裙，戴上一頂黃色嘅皇冠，手上面拎住一紮黃色嘅玫瑰花。另外，佢仲戴咗媽媽特別為佢準備嘅特製黃色眼鏡。唔知呢副眼鏡有啲咩用嘅呢？派對啱啱開始，愛哭公主突然大叫：咦，
佢又叫嘅？嗰個藍色嘅嘢係咩嚟㗎？愛哭公主跑過去一望，原來係有頂藍色嘅帽喺樹上面啊！小狗就話啦：Oh no， 唔係嘛？小象又話：唉，佢又嚟啦！小老鼠都話：哇，佢又要喊啦！點解會有頂藍色嘅帽喺度㗎？小馬騮仔，你哋估下今次愛哭公主係咪又會大喊啊嗱？大家全部都忍住呼吸，睇住愛哭公主啊！愛哭公主見到大家咁緊張個樣，就諗返起上次粉紅色嘅派對。係啦，愛哭公主就諗起上次媽媽教佢嘅不哭咒語：深呼吸，1、2、3，怪怪嘅東西看不見，哭哭臉變笑笑臉。然後愛哭公主就拎出媽媽為佢準備嘅特製黃色眼鏡。原來呢個眼鏡戴上眼睛之後，無論睇啲乜嘢都係黃色噶。愛哭公主戴住眼鏡望一望大家，再望一望手上嘅帽，佢就笑住咁話：嘻嘻，呢頂藍色嘅帽真係好靚啊！佢問朋友話：我哋下次再搞一個藍色派對好唔好啊？大家就好大聲咁歡呼話：好啊！萬歲！耶！以後請叫我做愛咪公主啦，我再唔係愛哭公主啦。好，一定。馬騮仔，呢個愛哭公主嘅故事好唔好聽呢？如果你哋第時想喊嘅時候，都可以試下用呢個不哭咒語，令到自己唔喊噶啦。或者你哋有其他好方法，都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俾 MJ 姐姐聽。等我下次都可以試下用下你嘅不哭方法啦。另外，如果你哋有其他想聽嘅故仔，都歡迎喺下邊留言等我下次就可以製作唔同嘅故事俾你哋聽啦。好，咁今日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啦，Good night。